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现代人食物件上惊去食到丰富剂。今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“济”读字的“济”第一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释讲，这个“济”就是药贴的意思。咱讲是药剂。经济无共效果的药啊，像讲有镇静剂，也阁有麻醉剂。另外，这里也阁有另外一个属音，读做“剂”，像讲药剂师这个“剂”，本条是第三条。药剂师就是讲通过国家考试摕到证书，专门cấp药的人。来先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防腐剂，这是讲一款会当防物件歹去的化学药剂。第二个词读做药剂师，古早台语字典有的是写讲读做药剂师，啊，那咱即马惯是读做药剂师，这是讲接受大学医学教育，经过国家考试及格，专门cấp药的专业人士。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药剂师食食足顾身体，本来是有掺防腐剂食品，伊拢无食，因为有的物件唔知到底有掺或者是无掺，怀疑加工类的食品，伊拢袂去吸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“济”，另外一个音读做“济”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